你很高兴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也将我们的时间来奉献给神。那我们今年有好的开始我不晓得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当你仰望神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几个叉？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几个叉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讲3个叉，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一个标志？有没有人去过荷兰？去年我35天在荷兰，在阿姆斯特丹，他们到处都是这个3个叉，不是那些不好的意思，3个叉，到处都是。我去的时候，为什么？这是在我们台湾是不好的标志，这样。但是他们3个叉是他们的市徽，城市的市徽这样。因为在第16世纪的时候，荷兰有很多的瘟疫，很多的火灾，很多的水灾，他们就像这3个不好的东西说什么 ？No， No， No。然后慢慢的演进，这3个 No 就成为他们的标志。而这3个 No 在基督教的传承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福音？第16世纪的时候，福音第一次来到了台湾，通过荷兰人他们的宣教师将福音带到台湾，所以3个 No 代表3位一体，3个 No 也代表什么？各个他的3支什么？3支十字架。我们教会就严成这样的一个，既然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也有这个记号，教导我们怎样去仰望神这样。我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大概有450个人，比我们这个还大。每个礼拜天都有一对，一个97岁的推一个104岁的亲家母，2个是亲家母，然后他把他的轮椅这样一直推到前面来。我每次看他们走这一段路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感动。亲家母平常很难一起对话的，但是这一对亲家母每天87岁推104岁的来到神面前，一起敬拜仰望神。有一次我就问他说：“你104岁了，你每天在干什么？”104岁很难想象他每天在干什么。他说：“104岁，我的眼睛不好，我的手脚不好，但是我的嘴巴还很棒。”他说：“你的嘴巴干什么？用来祷告神，用来跟神对话。因为我已经104岁了，我时间不多了，我怎样学习怎样跟神对话？”我说：“你用什么跟神对话？”他说：“我用诗篇。”诗篇里面有很多跟神对话的话语。你要做一个学习会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会学习诗篇。诗篇就是当他们很痛苦的时候，像摩西很痛苦的时候，他怎么跟神对话？像摩西，他在诗篇90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神的时间好像什么？1000年好像一个什么？一个刹那。”我说：“神是怎么算时间的？”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1岁的时候过年要等很久，对不对？5岁的时候比较快一点，10岁的时候更快，30岁更快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算过。为什么你觉得时间越来越快？因为如果你懂得数学的话，1岁的时候1年是他的多少？1/1。2岁的1/2，10岁变成多少？1/10。100岁变成他的多少
他的1/100的时间了。因为上帝有多少岁？1000岁？不是，上帝是一个无限大，所以无限大分母的时候，上面的一就好像什么？这样一个刹那，就多久？1000年了，1000年。所以有一个笑话说，一个美国人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可以按照我所求的给我。”上帝跟他说 ：“1 minute。”英文叫做等一下的意思 ，1 minute。但是等了1-2年都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。原来上帝的1 minute 有多长？大概3年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，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朝向上帝给我们的指标在跑。诗篇是最好的跟上帝对话的经文。这个人叫做 Eugene Peterson， 他是近代很出名的一位神学家，也是一个牧师。他写的40本书，有时候一本书超过1500万的人在看，100万。在他的书里面，他常常在教导怎么用圣经来跟上帝对话。他的书很有意思，跟保罗一起祷告，跟大卫一起祷告，跟某一个信仰的伟人一起祷告，特别是诗篇。怎么通过诗篇来跟神对话？诗篇好像走天路的行程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囊，你必须把它带在你朝圣的过程当中。如果没有这个行囊，你很难跟上帝友好的对话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叫骆先春牧师，我们淡水教会出身的。他原来在淡江中学教书，后来上帝呼召他去念神学院，后来就到三峡教会牧会10年。1947年的时候，上帝通过孙雅各牧师当时的神学院长说：“你到山上去布道。”结果他就一个人到山上去布道，20年，建立167间原住民的教会，20万的人信主。他每天一个人在山上上上下下，他怎么样得到力量？他用诗篇，特别是诗篇121篇所说的。诗篇121篇，这个叫做我们叫台语叫做上行的诗篇，就是他们在朝圣的时候，他们在吟唱的诗篇叫做上行的诗篇，朝圣的诗篇。骆先生牧师他每天在山上，他用诗篇121，刚好我要举目向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最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你保守我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你保守我的生命，我出我入，耶和华必保守我。用诗篇来跟神对话，用诗篇来做他的灵修。我以前在神学院讲道学的时候，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：你如果不灵修，你就没有办法讲道。你讲出来的道不是上帝的道，是你自己的想法，是你自己的人生哲学，那不行。要讲道，你不从神来领受，通过灵修，你讲什么道？你讲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而已。这样，所以有个很著名的神学家 Stanley Hauerwas， Time 杂志曾经说他是美国最了不起的一位神学家。他这样说：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奔向天国的朝圣。他用英文讲这样说 ：Last thing one should want i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。一个人做基督徒做了30年、40年、50年、60年，甚至80年。
他如果没有感受到跟上帝、跟耶稣那样如胶如漆的关系，你以后到神那里去，你怎么跟他对话？圣经上有一句话，我们都会背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13节怎么说？如今长存的有什么？有信，有望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爱。你没有想过，你背了很久，你没有想过这一句话告诉你，为什么爱最大？保罗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：当我面对面跟神对面的时候，信还需不需要？你已经碰到神了，你还需要信吗？不用了。你已经到神那里，你还需要盼望吗？你需要什么东西？跟神那种如胶如漆的关系，叫做什么？叫做爱，叫做阿嘎佩。所以这位神学家 Howard 在我们朝圣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学习跟上帝建立一个什么如胶如漆的那种关系？你有没有曾经读经，然后读得不想睡觉，整天整晚都在读经？你有没有唱了一首诗歌，没有办法结束，继续唱？我很喜欢我们的长老会诗篇的圣诗，有时候我从第一首一直唱到最后一首，我的儿子听到就说：“啊，爸爸今天又喝了一泡好茶。”这样不是？当你进入到跟神这种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你舍不得走，舍不得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他说：“我信了耶稣，我可能什么失去一切。”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是被放在监牢里面，明天等着最后的审判，有可能是生，有可能是死。他去回想，如果我保罗不要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耶稣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是怎么样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生平里面，他有好的教育，对不对？他接受法利赛人，他有最伟大的老师加马列，他家里很有钱，他可以拥有什么罗马的公民权，他的道德非常的高超，但是偏偏是不信还是有信，在大马路上碰到耶稣，结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做一个囚犯，等着明天可能是一个死刑的判决。所以他说：“我曾为这个损失我的一切，现在我把它看成什么粪土，因为得着什么？得着基督。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价值的比较，他为了跟耶稣、跟基督有这样如胶如漆的关系，他看这一切，损失这一切，他损失这一切，他不感觉有什么不好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，当他顿悟的时候，生跟死当中，他都觉得什么？那不是最重要的事。明天可能上庭的时候就说好，你要被斩头，但是他不在乎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所盼望的是要得着基督，或是被基督得着，或生或死。希望在我的身体能够成为上帝的荣光。”在2019年，我有一次受邀请台湾神学院邀请我做神学讲座的讲员，在双联教会。那天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瘫痪，整个身体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。他们有2个执事医生赶快冲上来，把我带到旁边，让我休息量血压，然后
问说牧师要继续讲吗？好，我继续讲。讲完，马上送到台大的急诊处，这样。到的时候，哇，吐得满身都是。结果马上送 MRI， 是主动脉剥离这样。所以医生告诉我，牧师下次碰到这种事情，你讲下去就什么，就完蛋了，因为救急的时间只有70分钟而已。所以我马上送手术。在手术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让我的心脏停止10个小时，手术15个小时，让我的心脏停10个小时。一个人心脏停10个小时，代表他已经什么？已经翘掉了啦，已经死了。因为他们做体外的循环，心脏不动。但是还有血液通过这个机器送到每一个器官，在那10个小时里面，请问你，一个死人他去哪里？我去见上帝，我看到光。然后当我跟上帝碰面的时候，我第一句话说：哇，原来你是真的这样嘿。因为我在神学院教圣经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上帝啊，圣经上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每一句话都是我对人类的应许、盼望和我拯救的计划。”这样，我一位孙女。他那时候6岁，他为我祷告，唱一首诗歌。我的女儿把他寄回来，那首诗歌叫做《Jesus Has Power》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？Power, Power， 有没有那首诗歌？我感受到保罗在最后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说：“或死或生，他只在乎一件事情，在我的身上，能不能够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？”当我跟上帝对话的时候，上帝跟我说：“我要让你成为死而复生的见证人。”所以后来我出来以后，我慢慢尝试知道上帝讲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去年的4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长老说：“牧师，你不能来马街一下，因为这个病人已经昏迷大概2、3个月了，但是他的女儿希望他能够受洗。”我就冲过去，这个病人已经昏迷2、3个月了。我怎么帮他洗礼呢？我怎么问他话呢？结果想不到，当我到的时候，这个病人居然将他的眼睛张开，这样。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，他不止眼睛张开，越来越有神想要讲话的那种感觉。我就按着他的手，我要问你3个问题，来跟你实习。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？按一下，他有感觉。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你的救赎主？按一下有感觉。你相不相信圣灵是你的保惠师，也带领你将来的日子？按一下他有感觉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准备受洗的时候，他的太太，因为他全家只有这个女儿信主，他的太太说：“牧师，我可不可以一起这样？”然后就一起受洗。到右边经过3个礼拜以后，去参加他的追思前一天晚上的告别礼拜的时候，我问他们全家人：“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”
他们都说我们愿意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，他最后的时刻，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你要去经历上帝在基督里给你的惊喜。这样有没有？当你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耶稣说的话的时候，那种惊喜让你没有办法停止，你也想告诉你的感动。保罗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第6节，他说：“论热心，我是什么？我是逼迫教会；论义，我是无手指责的。”哇，多骄傲的一个人，什么都有。但是他接下去，当他在大马路上碰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不懂得耶稣。他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耶稣怎么说？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样，他曾经有很错误的朝圣的观念，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回教徒，有没有很热心？够热心。你在高铁可以看到，他们一个毯子铺下去，他们就在那里祷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突然跪在高铁在那里祷告？有没有？从来没有看过。他们对他们的神阿拉那种热心，所以成为回教徒，他们至少一生一次要到那里去朝圣，到麦加去朝圣。每次去朝圣的时候，几百万人要经过一个小桥，所以每一年在这个小桥互相踏实的都超过1000人。2015年甚至有2500个人在那里踏实，为自己的朝圣踏在别人的肩膀上。这个就是保罗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他的朝圣的观念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7章，对不对？当史提反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圣灵充满史提反，结果他被石头打死。我们常常一个观念，好像圣灵充满应该是什么？蛮有能力的。但是圣经提到史提反在圣灵充满的时候被石头打死啊。那圣灵充满是什么意义？他没有把石头打回去，让这些要把他丢死的人反接到石头。他跪下来说什么？我看到天开，神啊，不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，因为他们说这样的 power 有没有比石头打回去压死？像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蛮有 power 的人更有能力这样。但是圣经记载，当史提反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保罗怎么说？第7章的最后一节，扫罗喜欢他什么？受害。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说，当他被石头丢死的时候，保罗在那里画什么？赞。哇，我高赞！我帮你们顾衣服，我还不够成年，我不能够丢石头，但是我帮你们看衣服。所以后来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什么罪魁？我是一个罪魁，我是逼迫人的，我是亵渎神的。以前我认为我是热心爱神的，结果我是一个什么亵渎神的。”最后他说：“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，让我在基督里有什么？有信，有爱。”这样对神的热心，如果没有爱，没有信，常常让人走入什么？走入歧途。
当耶稣要上哥哥他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要受苦受定，3天要复活。”结果门徒的反应是什么？特别是彼得反应最强烈，他马上指责耶稣说：“你乱讲！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，我们所说的弥赛亚是从天而降，你怎么说你要去受死呢？”哇！这个时候耶稣很伤心，也很生气。想不到你跟从我3年，你的价值观是的，你朝圣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最严厉的，从来没有讲过这么严厉的话。这个最严厉的话是什么？撒旦，退到我的后面去！哇，这种话真的非常的严厉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错误的价值观，让耶稣讲出这么严厉的话。然后接下去他怎么说？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若有一个人要得着生命，他必须什么？失去生命。他还讲了一句我们都会背的：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失掉他的什么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那个生命在原文叫做 “uk”， 应该换作灵魂的意思。一个人得着整个世界，失掉他的灵魂，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他说：如果你要得着生命，你必须学习为我和福音失去你的生命。所以在我们信仰的朝圣过程当中，我们很需要什么榜样？当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一个 guide， 有一个导游，教你怎么走这样的道路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过去很错误的朝圣观，他后来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？来学习我，向我什么？学习基督。这样榜样在原文的字叫做 tupon，tupon 的意思就是模型的意思。像耶稣在保罗身上就塑造一个模型，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常常用一句话：生命影响生命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复制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影响我们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这个生命被神、被基督重新塑造，那个叫做 dupon， 像一个圆形膜跟你盖在一起，那个意思这样。所以他说：兄弟啊，来学习我，看我怎么去学习基督，来学习我们，看我们怎么样学习基督。这样，这个就是保罗他的 key，dream key。这个 dream key 在第3章第10节、12节，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。他要学习基督什么东西？往往我们说学习基督，可能是很荣耀的样式，最好也可以变饼，让5000个人吃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，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教得很好，拉撒路的故事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走过一个商家的时候，我一种冲动，那时候才10岁，很想进去跟他们说：奉耶稣的名叫你干什么？起来！这样有没有疯狂？哇，跟从耶稣有这种 power 多好，学习耶稣有这样的 power 多好。但是保罗不是，他说：让我效法基督的什么死，让我效法学习基督怎么死。他说：让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负我的大能，并晓得怎么跟他一同受苦。最后那一句话，和本这样翻译：效法他的死。在原文的意思说，
让我的死的样式跟他的形状一样，这样。所以他说，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是我竭力追求什么东西？得着基督，这是我们常常知道的。但是下面那一句话，我们有时候会忘了。你有没有让基督得着你？我们很希望得着基督，很清楚。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让基督得着，来使用你新的生命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台湾长老会常常会让人家说这个教会不大传福音，这样不够热忱。但是如果我们翻开我们长老会的教会历史160年，多少这样的宣教师，他们将他们的青春生命给了我们，留下一个很大的榜样。左边这个李修牧师，他是台湾第一个160年第一个牧师。马雅各他不是牧师，他只是医生而已。李修27岁了，带着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已经肚子很大的，他的太太比他大12岁，来到台湾12年，建立25间教会。他过世的时候才39岁，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马偕，我们都很熟，27岁来到台湾，孤单孤零零。第一次有7个人受洗，受完圣餐，拿着一封信，加拿大的大使馆给他的，打开一看，他最亲密的姐姐 Mary 过世了，他一直哭的很伤心。旁边的那些门徒年纪都比他大，说这个年轻人真的需要有一个陪伴者，希望跟他找什么？找伴侣。结果马偕什么人都看不上眼，却看上一个12岁的小女孩，就是阿长啊，这样。我们今天的不能够结婚，一直等到马偕34岁的时候，阿长啊18岁才跟他结婚。结婚日子还特别选教会创设纪念日的5月27日，这样。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叫做卢嘉明，22岁从伦敦的医学院毕业，就来到台湾。3年以后，他建立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前身。他看过的人，按照他的日记所写的，有13000个人得到他的医治。25岁热病就过世了，要送去嘉义的时候来不及。后来他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把我葬在台湾，因为这是上帝呼召我来将我的生命献上的地方。”25岁。这样的故事，生命感动了南大卫医师。3年以后，南大卫医师来到台湾，一个人孤零零的工作了17年，上帝才将他的伴侣连马玉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走过的长老会的这些榜样。他们将他们的生命、青春给了我们，他们不后悔。这个人明友德牧师，他担任过淡江中学的校长，担任过台湾神学院的院长，他还做过我们的代理总干事。他有一天，一个妈妈带了8个孩子，因为他的先生刚过世，来到教会说：“明牧师，我没有地方去，我的先生走了，8个孩子需要抚养。”明友德牧师说：“好，那你们就暂时住在教会里面吧。”经过几10年，
他的孙子就是连家恩医师这样。连家医生他当替代医生到贵州去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人，不只是帮助他们将福音传给他们，他需要有更多的资源。他打电话回来跟他的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可以帮助我一下吗？”他爸爸是一个牙科医生，刚好在看一个病人。那个病人问他说：“他需要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60万。”那个病人说：“我全奉献。”明友的牧师在台湾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将台湾的教会带到像普世宣教的运动。连家恩，这个他曾经帮助了家庭的后代，帮助他完成了在非洲建立的恩林小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说，他说：“兄弟啊，你们要来学我，看看我们的榜样，也看看那一群跟我一样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。”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，有2个人影响我很深。第一个就是谢维牧师，因为他是在我们要去我们20基督教医院的途中过世。我高中的时候，谢维牧师常常到那里去，1个礼拜去1次。他去看病人，非常的亲切。我们那时候还是高中生，他看完病人，我们就到病床跟他递单张这样。但是在1971年的6月17号下午13点55分，他开着车子在民间的时候，他将他的生命交回给神。当他的故事传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有20个人，我们就决志说我们要跟他走这一条路。这样，他留下的几句话：第一个，我甘愿为主成为一个人家看为愚蠢的人。另外一句话，他说：如果上帝不存在，我的生命是虚空的。我的生命为什么有力量？因为我常常仰望这一位创造我的神。这样，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到监所、到医院、到山上去传福音。有一年，我们12个人的布道团要到山上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晚上住在韩伟院长的家。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的 apron 绑好，他在厨房为我们12个小萝卜学生做早餐。他那一天煎的蛋，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好漂亮的煎蛋。我们跟他说：“院长，这样不好意思吧？我们12个小萝卜，你院长来服侍我们一个一个。”他说：“你们错了。今天早上你们要到山上去服侍神，你们就是上帝的仆人。我服侍的不是我的学生，我服侍的是谁？是上帝的仆人。所以我觉得很光荣，今天早上可以跟你一起同工做早餐，好让你们上山的时候有力量去服侍神。”他留了2句话，他55岁就过世了。他这样说 ：“We are second to nobody。”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你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。我们都是神眼中的什么同仁。最后他也留下一句话：我们不是要给人服侍的，我们是什么？生来服侍人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的，看这些榜样。我在1980年代到哥伦比亚去进修，那是一个穷学生。那时候 Staten Island 刚好就是这个 Liberty Statue 自由女神在
整修这样。我一个穷学生，神学院的穷学生去参观，他们看到我就给我贴一个贴纸在这边，叫做 "I love New York"， 然后跟我说，请你给我5块钱这样。5块钱当时很大，我的眉头马上什么皱起来。他又给我另外一个贴纸，叫做 "I love your smile" 这样。我希望看到你的笑容。我突然就笑起来，感觉很安慰，可以参加你们这么伟大的什么 Liberty Statue 的整修这样。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，他受过的苦，他曾经说最多。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他说：“我受过鞭打，我受过传播，我受过石头丢，受过了这些苦。但是今天的经文，他偏偏告诉我们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常常在什么？在主里喜乐。在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在主里喜乐。我们今天的敬拜赞里面有说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怎么？你已经得胜了。得胜什么东西？得胜这些苦难，让你基督里面的喜乐可以奔放出来，这样可以奔放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个人，不晓得认不认识尼托生，他被人家称为20世纪华人的保罗。他的英文很棒，写了很多英文书。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Watchman， 守望者的意思。他传福音到处，最后在1940年的时候，他被中共的政权关在监所里面，关了32年。他的太太张品惠常常去看他。这些看守监囚犯的说：“你再来，我就把你打死。”结果最后他再一次去，结果被打的整个身体所有的骨头都碎掉，后来就死了。同一年，尼托生他也过世安息了。在他的枕头下面，他留下这样一个小字条，他说：“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人赎罪而死，3日复活。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和启示。我信基督，我愿意为他而死。”保罗怎么说？来学习我，向我学习基督。学习基督什么？学习基督的死，将破碎自己。上帝给你的生命，有限的生命，你想去破碎它，让它重生。像保罗说的：“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学习基督的死。他说：“我认识他，希望他负我的全能，有份他的受苦，来学习效法他的死，好让我这个有限的生命，真正的能够什么？能够重新复活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着朝圣的道路走。你有没有一首诗篇，让你每天灵修，跟神越来越近？你有没有常常想保罗怎么样来效法死？他1930年他留下一首诗歌，叫做《让我爱而不受感戴》，请你把它打开。
只知清酒，不知饮酒，只想百病，不想留病，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，舍弃安宁而世人的束缚，不受体恤，不受眷顾，不受推崇，不受安抚，宁可凄凉，宁可孤苦，宁可无告，宁可背负，愿以饮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，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，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，你也是如此过日子，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，好事尽你的人的安适。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，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，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，时常被人辜负，心不生缘。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，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，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，并求你的喜悦一度此碎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护治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成为你的代言人，在这个世上为你来发声。我们记得你当第一次进入到历史的舞台，开始你的宣道，我们听到施洗约翰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主，你就成为现在上帝的羔羊，将你的生命给我们，护治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跟随你。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学习你的生命，我们看到那些台湾早期的宣教师怎样学习护治你的生命。我们希望在这一代里面，我们看到尼托生借着他愿意破碎，他将你的福音传给超过3000万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个时代仍然看到这些朝圣的生命，怎样每天在灵修，通过你的话语得着力量，好让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来跟从你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